甲第10集，和合本圣经第336页，新点点和合本第257页，现代中文译本第360页，台语汉语本第268页，白话字圣经第270页。现着咱来读，伊是活石，互人气杀，若是互上帝拣选，叮当。恁着群伊，也亲像活石，去做心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看我用所拣选、所叮当的触角头，要要紧的石，下伫孙城，信伊的人无得见效。安尼，迄个宝贝是归伫恁信的人，若是伫遐个无信的人，就起厝的师傅所气杀的石，正做触角头的头角石，又搁做跋倒人的石，挨着人的石盘，因无顺坦道理来跋倒，会到安尼是本定着的，独独。恁是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康者的好德。恁前毋是百姓，当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当得到怜悯以上。这是咱要请庄德州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建造健康的教会，建造健康的教会。各位长执、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教会伫即个庆祝50周年的中间，邀请阮夫妇会通倒转来到咱的中间，而且甲咱请安，嘛伫遮有机会来甲咱说道谢，愿上帝庆祝甲稳定，常常甲咱的教会，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阮伫天灵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保守阮平安来经过一礼拜久，也互阮搁一遍来甲伫你的圣殿，伫即个所在敬拜学到你。即个是恳求你感动的神，继续甲阮众人三甲伫地，互阮通过你圣经中宝贵的教示，来得到好的造就甲帮助，也互你的罗卜有好的声音、口才甲文字，为你来做美好的传讲。互听的、甲讲的，伫你的面前，拢平平来得到祝福。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彼得前书的作者是使徒彼得，领受这张批信的对象是分散伫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的本都加勒泰，加帕多加、亚细亚、甲庇推尼，遮的教会以及基督徒，遮的所在是今仔日伫即个土耳其，特别是伫即个西北边即个所在。即张的批信，写伫即个第1世纪，大约是伫即个罗马皇帝尼禄做皇帝的时阵，即个时间大约是伫主后64年。彼得前书即张的批信是咧鼓励遮个教会甲基督徒，伫面对宗教信仰的压迫，就爱带着迄个活泼的愿望，爱伫遐来过着即个天国新子民圣洁的生活。咱做礼拜，咱虽然需要建筑物礼拜堂，咱伫即个所在会当互咱伫遐来敬拜，伫遐来活动。但是教会
却毋是咧指即个礼拜堂即个建筑物。当即个初代教会受到犹太教甲罗马帝国的大迫害，将近有300年的时间，教会咧做礼拜是无离即个地面上任何的建筑物。伫遮尔久长的时间，初代教会面对遮尔大政治的压迫，因咧做礼拜是伫迄个地下道，是伫迄个山洞，甚至是伫迄个旷野的所在，也伫遐咧做礼拜。那安尼，教会是咧指什么呢？教会的原文或做 ecclesia， 即句话的意思是咧讲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换一句话讲，教会就是一群愿意主动来跟对主耶稣的基督徒所来组成迄个人的团体。而且，咱爱知影，要来起造健康的教会，是爱所有的基督徒来伫遐组成。这包括教会内面的牧师、传道、中职、服侍同工，以及所有的基督徒，咱所有的人共同的责任。美国加州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华里克，伫伊所写即个资本标杆这本册内面，伊讲了一句教会成长非常出名的一句话。伊讲教会若是健康，自然就会成长；教会若是健康，教会伊真自然就会成长。组成教会的基本元素是咱每一位的基督徒。咱基督徒若健康，教会自然就健康；教会若健康，教会伊真自然就会伫遐来成长。亲像囡仔嘛是共款，囡仔若是食有饱、困有饱、运动有够，伊自然就会大汉。教会嘛是安尼，教会若是健康，伊自然就会成长。今早起，咱就要对伫即个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甲第10节的圣经节，咱要做伙来看，爱通过什么款的行做学习，咱众人咱才会当做伙来起造咱迦南教会，互伊会当来成做一间健康佮会成长的教会。要起造健康的教会，头一个咱爱来成做一粒活石，爱成做一粒活石。活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甲伊翻译做活的石头。一般的石头拢是死的，是无有活命的。那安尼活的石头到底是什么款有活命的一个有机体呢？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安尼讲：恁就就近伊，也亲像活石，起造心灵的厝。现代中文译本安尼伫遐甲伊翻译讲恁也爱亲像迄个活的石头，用来起造即个属灵的圣殿。心灵的厝，或者是属灵的圣殿，拢是咧指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要徛起的所在。上帝的神圣神，若充满伫即个外在即个宇宙万物，圣神上时伊嘛徛起伫咱已经信主耶稣的人的心内。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6节甲第17节，使徒保罗教示咱安尼讲：恁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嘛？人若毁坏上帝的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圣，殿就是恁遮的。永远存在的圣神上帝，也要因为咱相信了主耶稣，伊就来徛起，就来充满伫咱这个真有限的肉体内面。咱活伫世间的时，圣神要陪伴咱一路，甲咱三角同行。当咱过往了后，圣神要陪伴咱倒转去到伫天堂，到伫天父上帝遐。将来有一天，咱也要亲像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告我，
咱会当对世人中各活，嘛共款是靠着圣神上帝的同在，甲活靠伊的大关联，咱才有法度对世各活。这就是信耶稣得到永远活，得到永生的意义。当咱对世各活了后，咱就要亲像一粒活石一般样，咱要来起造这个属灵的圣殿，互三位一体的上帝会当亲自甲咱做伙徛起。这个属灵的圣殿，毋是用这个物质死的石头所来起造，乃是用迄个有活命活的石头，也就是咱每一位受上帝所拣选，咱阁愿意来献上性命。来军队主耶稣的基督徒，咱每一位讨上帝欢喜的基督徒，伫将来上帝的国度里，咱拢要来正做起造这个属灵圣殿一粒瓦的石头，这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尊贵。今仔日咱每一位基督徒，咱伫教会内面，咱有受到好的造就，咱有好的成长。当有一天，咱对世各活伫这个千禧年，活伫这个新天新地的所在，咱才有迄个资格来正做起造这个属灵圣殿的活石，就亲像主耶稣是活石，主耶稣伊是头一粒的活石，嘛是迄个上大粒的活石。彼得前书第2章第7节甲第8节，甚至称呼主耶稣基督是石盘。是触角的头块石，是迄个触角石。所以，咱要来起造健康的教会，咱甲咱教会，咱每一位信徒，咱拢是真重要的基本的元素。就亲像咱要来正做一粒活石，甲其他的基督徒，咱做伙伫迄个所在，咱要来起造上帝所要徛起属灵的圣殿，要起造健康的教会。第二个，咱爱来正做，互上帝所拣选的族。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伫遐和合本安尼讲，只有恁是被拣选的族类。伫即个现代中文译本安尼翻译即句话讲恁是蒙拣选的种族。咱基督徒，咱是特别互上帝所拣选。对众人中，甲伊分别出来的种族，所以当咱信主了后，咱的人生观、咱的价值观，也因为信主，咱就会立了一个真大无共款的改变。咱要甲迄个受恶者撒旦所统治的世界有所分别。咱基督徒，也是讲咱的教会，存在伫即个世界。所面对上大的危机也是危险，就是咱受到这个世界的世俗化，也就是讲，咱犹原受到一般这世俗的人生观、甲价值观这种无好的影响，咱无伫遐来完全脱离这个恶者对咱个人也好，对咱的教会的影响。这就亲像伫咱的社会上。有迄个重男轻女这种的观念，重男轻女常常伫遐讲起，查甫的讲伊是万金，查某的咧，查某会讲啥？千金、万金甲千金差偌济？差9000金。当出世名就差遐济，甚至。查甫的受上好的教育，若女的呢，将来大汉就嫁人做某啦就亲像泼出去的水啦有读册无读册拢袂要紧。伫教会内面，我也有发现这种的情形。当我知影的时阵，我真为着这个姊妹感觉心内真艰苦。伫基督徒的家庭内面，也有这种受到世俗观念错误的影响，也有伫遐看轻负人人。检查咱60、70岁以上的姊妹，检查你过去也有受到你的家庭这种重男轻女这种的差别待遇。愿上帝来帮助你，
脱离即种受到即种无好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上认为万邦该下品只有读册悬，要有真济才会做爸母的，看起迄个做手艺，也是讲技术，也是讲才技术性即种的学习。咱台湾的教育虽然已经讲有真大的改变，但是我发现迄个基本精神还是无改变。讲要是认为讲都爱读册啦，去做乌手的啦，去做这摒扫的啦，是无出发啦，是安尼真价该赚的生活。其实这拢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是伫教会内面，我嘛也有发现，有即种做基督徒的父母，伫礼拜日，咱互咱的囡仔安那，叫伊去补习班补习，叫伊去学才艺。咱伫遐无互咱的细囝来家己教会上主日学，来伫遐接受即个宗教教育。因为做父母的认为补习学才艺比上主日学较重要。真不幸的伫咱的教会我嘛要发现即种的做父母的。所以对这个时代，咱会当看起。虽然咱身为基督徒，但是有时阵咱的人生观甲价值观，却甲这个世俗是相款的，咱是无有甚物款的差别。造成这种情形主要的原因，就是咱对圣经咱无明白，咱无了解。搁另外一个就是，咱虽然有了解，但是只有知影，但是咱却无真实际去甲伊行出来，因为无清楚、无明白，因为知影但是无去行，所以互咱呢往往袂当甲这个世俗错误的观念来离遐脱离，咱袂当过着一个合上帝心意这种分别罪性的生活。当以色列百姓互上帝竞选来成做选民以后，因为因无伫遐好好来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一再伫遐来祭拜这外邦的神明偶像，直到因伫遐大大来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就互这个本来真兴旺的国家分裂成做两个国家。后来因佫继续伫遐无遵咱上帝的话，伫遐来敬拜伊，上帝就互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甲南国的犹大，无几年的中间，就伫遐互这个外邦的帝国伫遐一甲伊灭亡。因会受灭亡，是因为因无遵趁上帝的话，伫遐来好好敬拜上帝。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竞选咱原本是外邦人的，互咱来成做迄个新的以色列人。如果咱袂晓好好去认捌上帝的话，咱袂晓好好去遵守上帝的话，有一天，咱嘛会因为咱无成做一个分别罪性的基督徒，而遐咱嘛会受上帝来弃杀。上帝对伊的选民以色列，都无伫遐有即种的疼惜，何况咱是做一个外邦人，咱也袂晓好好遵守上帝的命令，咱嘛会做有即种弃杀的命运。教会伫一个所在，袂通空传福音，其中一个足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咱伫即个地方，咱袂通伫遐来做好的生活见证。咱每一个基督徒，咱如果真清楚知影，咱是受竞选，咱是受分别罪性的族类，咱就爱好好谨慎咱的所行所做甲所讲，互咱有好品德好的见证伫即个社会。那安尼，咱才有法度来吸引人来进入教会。伫教会内面，咱常常有一个无正确的观念，咱拢伫遐认为传福音做见证是牧师啦，是长老啦，才中级，才服侍同工因的责任。好亲像咱拢来教会只是来遮做礼拜安尼而已。但是正确的观念，乃是传福音做见证，是咱每一位做基督徒的咱的责任。
咱无认为任何一位基督徒，咱会当伫遐来体示。咱若伫遐来体示，有一天咱就无可能去甲你上帝遐伫遐来服侍伊。牧师爱问咱兄弟姊妹，咱有想要去上帝遐继续伫遐来服侍上帝无？你有想要去的，请举手。好，多谢吼，大家拢想要去吼，但是毋好伫遐头壳想尔啦吼，爱放伫心内，爱行出来，爱知影上帝的道理，同时呢，也爱将这传福音做好的生活见证，实行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那安尼，咱才有法度继续有一天去甲你上帝遐，伫遐继续服侍伊，要去做健康的教会。第三个。咱来正做迄个尊贵佮圣洁的祭司。对彼得前书第2章第50甲第90节，咱会当看见使徒彼得伊一再伫遐咧强调一句话，就是祭司。咱有迄个祭司的身份。第50节强调，咱是圣洁的祭司，是照着耶稣基督献上做上帝所欢喜，伫遐来感纳属灵的祭物。咱来得到这个身份甲地位。第90节里遐来强调，咱是亲像君王一般样，迄个尊贵的祭司。伫旧约时代，祭司上界主要的工课，就是爱带着迄个无下属的精神，将伊家抬死，然后呢献互上帝，替家己甲众百姓伫遐来赎罪。互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犯罪的受气，会通来得到迄个公义即种的满足，伫遐无将即个刑罚来降临伫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到伫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伊毋若伫遐来正做大祭司，来为着咱世间人来为着咱的罪献祭。伊上时嘛，家己毋若诚做大祭司，上时伊阁诚做祭物，为着咱世间人的罪来死伫迄个十字架顶，即个祭坛的顶悬，也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咱世间人会通搁一遍有即个好的机会，重新甲上帝来恢复迄个和好即种的关系。那咱受竞选来诚做基督徒。咱上时嘛，正做迄个真尊贵佮圣洁的祭司。咱共款要互未信者甲上帝重新来建立迄个真和好的关系。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甲19节，伫遐使徒保罗安尼勉励咱讲，来，咱用台语吼，咱做伙来读这2节的经文吼，用台语来读，预备来。各万事拢是出自上帝。因的罪过归于因，也将各项的道理交托给咱。所以上帝将这个真宝贵，互人甲伊各项这种的关系，这种的职分交代给咱基督徒，互咱诚做未信者甲上帝中间各项的一个使者。伫长老教会信仰的传统内面，有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主张，就是万民皆祭司。这个万民是咧指信徒，并无包括遐个无信的人。所以，佫较正确的一个讲法是信徒皆祭司。这也就是讲，咱靠着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咱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上帝面前。咱无需要靠着牧师、靠着传道，或者是其他的人做中保。咱唯一的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咱每一个信主的人，咱拢有迄个真尊贵、佮圣洁这种的身份。靠着主耶稣基督，咱会当亲自来甲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向伊献祭，来向伊祈祷，无需要通过任何其他的人。这会通讲是无比的荣耀甲尊贵，也是一个咱诚做基督徒要通受剥削的一个真特别的权利。牧师传道虽然伫圣经、伫神学、伫教会管理有遮个专业，
的训练，但是牧师团队伫教会内面是要来正做一个帮助者，是一位教练来协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帮助咱的信仰上，互咱会当来长大成熟，互咱会当来正做一个会当家己食属灵大饭，会通勇壮的基督徒。教会服侍，若讲亲像即个运动比赛，牧师团队是教练，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参加即个比赛的运动选手。咱无有一位是伫遐闲闲无代志，伫边仔咧看的即个观众，更加嘛无有任何一位是啦啦队。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伫即个传福音的运动比赛顶悬，咱每一个拢是选手。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使徒保罗安尼讲：阮正做一边戏，互世间、甲天使、甲人看。咱每一位基督徒，咱活伫世间，咱有咧演这边戏。虽然咱每一位咱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共款，但是咱每一位拢是演员，咱无有一位是观众。咱正最尊贵、阁圣洁的祭司嘛是共款，所以咱要来起造一间健康的教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必须要参与，因为这是上帝予咱的身份甲使命。要来起造健康的教会，第四个，咱来正做圣的邦国。和合本圣经该翻译做圣洁的国度，环球新译本的圣经该翻译做圣洁的国民。这个国度的形成上重要，就是徛起伫这个内面国民的素质。而这个国民素质的好歹，常常决定是伫这个国民的内心内面，是毋是常常有保持迄个圣洁这种的观念。这个世界对上帝创造人类，而这个先祖亚当甲夏娃伫遐来犯罪了后，这个圣洁就已经远远来离开咱人类，离开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为人犯罪非常的重，甲伫那爱时代，上帝非常生气，所以就降落大水，将所有人类伫遐来毁灭。只有留落那一家口4个人。虽然是安尼，虽然上帝已经将人类伫遐来毁灭到这种的程度，但是甲伫那以后，人类阁开始增长，但是人嘛要继续伫遐不断的犯罪，一直到现在。所以上帝为着要来拯救这个世间，要拯救世间人无阁犯罪。无阁生活伫即个罪恶的内面，所以伊差派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处人的形状，来甲伫即个世间，互伊来成做一个新人类的一个典范。彼得前书第2章20节到24节，安尼教示咱讲，来，咱做伙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用台语吼，咱做伙来读，来，预备来。要互恁缀伊的脚步，伊无犯罪，虽然无鬼缺，无鬼缺。来，等一下，主耶稣伊有受过苦，伊嘛有受过试探。但是，伊甲咱有一个足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拢无有犯罪。咱世间人，咱常常是伫迄个罪恶中，咱伫遐有软弱，咱伫遐有跋倒。所以，咱要来成做迄个圣洁的国民，咱就需要好好来学习主耶稣，咱就爱跟对伊，遵守伊的教示，顺服伊所赏赐互咱的圣神，来闪避迄个
罪的试探甲攻击。咱毋通想讲，咱要挖靠咱家己来达到上帝所要求迄个圣洁的程度。咱若想要挖靠咱家己，甲咱讲，咱常常做袂到。所以伫使徒保罗所写互罗马教会批信，伫即个第7章21节到25节的内面，伊家己用伊家己亲身的体会伫遐做见证。这个咱做伙来读这个对21节开始，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预备来。24。圣经上帝话，上帝的道，要来成做咱对抗这个罪恶的宝剑，也是咱分别是非善恶对毋对的一个准绳甲良尺。而圣神会伫咱的心内有迄个感动甲提醒，互咱对迄个罪有敏感度。所以使徒保罗伫遐提醒咱讲，毋通拍花圣神，就是讲毋通消灭圣神伫咱心内感动。咱会当成做圣洁的国民，咱才会当来参与起造上帝圣洁这个国度伫这个世界上。要来起造这个健康的教会。第5个，咱来成做上帝的百姓。这个彼得前书第2章第10节伫遐讲，恁前毋是百姓，但恁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但有得到怜悯。美国加州这个富勒顿第一布道会主任牧师戴尔伯克，伊伫伊所写下上帝心意的领导，伫这本册内面。伊对这个公义、怜悯、甲稳定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对照。伊伫遐讲起一句话，伊讲公义是互伊配得的，怜悯是无互伊所配得的，稳定是互伊所无配得的。检查咱安尼也看袂出迄个真正的意思是啥物。牧师搁伫遐继续甲咱做一个详细解说。这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做好、做善，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上帝就将伊应该爱得到的荣耀来赏赐予伊，这就是公义。所以保罗伫遐强调，讲伊该跑走的、伊该接受的，拢做到啊！上帝就将迄个公义的免流赏赐予伊，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做歹，按照公义的原则。应该爱受到刑罚，但是因为上帝的疼，通过主耶稣基督，伫这个十字架顶的牺牲，这个罪人的罪，伫遐受赦免，无受到任何的刑罚，这就是怜悯。一个罪人，伊无有任何的身份、甲地位，也无有任何的资格，会当来到你上帝的面前。被称作伊的百姓，但是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就主动伸手来接纳伊，互伊无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互伊会通白白来得到这个尊贵的身份甲地位，这就是稳定。咱也未信主耶稣进前，因为咱毋是上帝的百姓，咱无法度来领受到上帝的怜悯。咱需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甲刑罚。后来，咱信了主耶稣，上帝因为通过主耶稣的替赎代赎呢，将这个怜悯施落予咱罪人，予咱来通过主耶稣这个重价佮白白赏赐予咱这个救赎的恩典，咱伫遐来成做伊国度的百姓。咱过去
咱有机会遮个未信者传福音的时，有时阵咱拢会真容易讲一句话，讲啊，信耶稣就会上天堂啦。啊，你若无信耶稣你就会落地狱啦。有无？你捌讲即句话无？有人伫遐摇头，啊嘛有人伫遐点头啦吼。我咧讲，真济，简单拢捌讲过即句话，但是即句话讲实在是无正确的一个讲法。啊，当遮未信者听到咱讲即句话，头一个反应，恁知影是啥物货？心内足无爽快，就开始甲你辩，上讲无信耶稣就会落地狱，开始会甲你辩。所以咱咧人传福音，咱来非常细致，咱来讲迄个正确圣经真理的话。主要所互咱信伊的人的应允是：信伊来得到永生，得到永远活。也就是咱要甲永远活的上帝永远三甲伫地。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做亚当夏娃的堕落，至到这个世界的主权已经互魔鬼撒旦甲伊抢夺、甲伊统治。所以人若按照这个世界王统治这种的原则来咧过这个世间的生活，迄个到最后审判临到的时，人受到公义审判的结局，就是必然爱受到弹落伫迄个留着硫磺的这个火湖的内面，来拄着第二摆的死。但是因为咱信主耶稣的缘故，咱伫遐来成做上帝百姓，咱就受到怜悯，来脱出这个永远受刑罚这种的苦痛。人的一生并不是因为无信耶稣，才来受到咒诅，来伫遐落地狱。人的一生是因为信耶稣，通过恩典来得到救赎，来领受到上帝的怜悯，来脱出迄个原本咱每一个人拢着爱悲惨落地狱的命运。所以落地狱是咱每一个人原本受到公义的审判，咱所要去的所在。所以咱信耶稣得到永生，咱才有法度来脱出迄个悲惨的命运。所以咱传福音正确的讲法，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得永远活。而上天堂只不过是得永生的一部分而已。要来起做健康的教会，咱个人爱确信，咱已经通过信主，咱来得到上帝的命令，伫遐来成做伊的百姓。咱也已经领受到这个永生永远活的应允。所以咱对于将来有一天咱离开世间，咱所要去的所在，咱就无任何的惊吓甲不安。为什么？因为咱毋是要去迄个地狱的所在，咱是要去家己上帝遐。所以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假使咱爱尽着主耶稣呼召咱爱努力去做，就是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安尼翻译这句话讲上帝选调恁离开黑暗，来进入伊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伊奇妙的作为。咱就爱好好去传福音，来带领人来归向主，来成全咱成做上帝百姓。咱应该爱尽的责任，甲迄个使命，要来起做健康的教会，有各种无同款的策略甲方法。通过我个人过去28年这种的服侍，互我家己有一个真深的一个体会。教会既然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灵魂体若是拢健康，教会自然就健康。教会若是健康，教会自然伊就会成长。通过今早起咱做伙伫遮所读的圣经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甲第10节，咱会当真清楚伫遐来知影，咱要来去做健康的教会，有5个足重要，咱爱去做。头一个是啥？
爱诚做一粒活的石头活石。第二呢，诚做上帝所拣选的族类。第三呢，诚做尊贵佮圣洁的祭司。第四呢，诚做圣的邦国。第五呢，诚做上帝的百姓。这5项拢是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拢爱去做。望上帝加添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咱有教育的气力，互咱会当来参与起造咱迦南教会，互迦南教会成做一间健康佮会成长的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宝贵圣经的话语来详述互阮，也互阮清楚知影要怎样来起造阮的教会，来成做一间健康佮会成长的教会。天父上帝，阮恳求你赐福甲带领迦南教会的牧师团队、中职甲全体兄弟姊妹，互因会当同心做伙来兴起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也互因众人同心一意，顺探圣神的引带，做美好的团队服侍，互教会伫你的赐福下面得到大的成长。阮特别也为着遐担任侪责任甲服侍的传教者、中职甲同工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来纪念因的辛苦甲着磨，赐福因的服侍工作甲家庭。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